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欸，你哪会搁伫遮？交还甲原助理毋是要接受周刊的采访？我已经交代互欣欣，等下去看一下就好啊。你咧啉啥物？吉隆咖啡。你毋是无啉迄种物件？哦，是因为交还透早要接受采访，所以袂符合你咖啡。我甲交还分手啊！真是分手啊！是因为即个新闻线，你敢有好好甲伊讲过？讲过，要毋过新闻敢会当算其中一个部分尔，阮之间阁有真侪问题。嘛好，以后就会当公私分明啊。敢讲无比分手更较好的解决办法啊？你一定问我创啥？先讲分手的毋是我啊。本来我俩总这段关系会当挡较久的，想袂到也是袂用的。非得我就是分手专家，时间若到就会切。要毋过我即马发现，做朋友比做情人阁较好。这种关系会当较久长的，像阿飘、毛友和，还阁有你啊。原说是我无适合这款久久长长的关系啦。反正我想清楚，以后嘛无需要这么讲究，一种咖啡嘛 OK 啊。无我想要这么歹啉。我一块采访，先来走。请入来。董事长，你今日来啊？哦，紧请伊入来。好。董事长，坚持来坐啦。啊，多谢董事长。我听讲你昨无来上班哦。啊，真是昨晚身体无啥爽快，所以昨去病院做检查啦。咱这个会就是安尼啦。我嘛常常吼，遮酸遐疼，家己身体爱较注意咧啊。啊，当然。来，啉茶。多谢。来，董事长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哦。我听明峰讲，伊最近伫工厂开会，你拢无参加哦。董事长，其实我无要紧，我知影，你伫等迄个年底退休，难免精神较袂放伫工课，我袂怪你啦啊。也毋过，明峰拄接工厂，还有真侪所在伊无了解，所以吼，我也是爱拜托你爱斗3工。
毕竟伫生产这方面，你最有经验的啊！啊，董事长，我敢会当讲几句？处理讲啊！其实足侪建议，公开甲私底下我拢讲过，只是无人想要听。就摕即届新运动来讲，我一直建议大家莫赶紧，爱先顾好大纲，也毋过有谁听你去啊？少年人做代志较急性，好话讲因会听啦。咱两个拢是伫要退休的人啊，莫遮尔计较啊！董事长，讲一句心内话，这3位总监拢阁需要磨练，请你先莫退休，带大家继续做几年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嘛无爱退休，我自愿留落来甲你做伙拍拼。建德啊，咱这老人吼，莫干那想要占一个位，兴华爱贴把少年人，才当久久长长。趁咱即马头壳也真清楚，都爱好好交接，甲技术甲经验拢传承落去，咱才会当按什么离开啊，互家己伫兴华有一个完美的结束。你讲对无？大家老朋友啊，我就直接讲啦，啊，我希望你这个前辈会当好好做大家的模范。应该上班就上班，应该开会就开会。人讲吼，做一工花香，弄一工精。若想要四界佚佗，种一寡花草，也要退休啊，还有真侪时间呐，对无？对，董事长，以后我会注意。来，啉茶啉茶啊！来，李经理交代。伊现在那边吵架呢啊？在我看来，你这个工厂员咯，早就互厂家一脚踢开啊！你感觉这叫注重你？喂，高大，我决定接受你的条件去美互你。是，多谢你的厚爱。哎，真好，看我这边，真好，笑较开的，来笑好诶，来看我这边，来，搁一张。搁一张哦。小款，告诉你，真顺利。真好，继续保持。来，真好。敢会去看卖迄个情侣瑜伽，搁较亲密的，然后搁较有感觉的动作，互我翕。好啊，安尼舒适。会用。真好，这里。来看这边，好。阿姨，我拢已经交代好啊啦，工程有我，你放心，你着好好踮咧厝里休养。公文哦，有几份公文需要你签，安尼我下班时阵送去互你好无？顺咯顺咯，好，再见再见。你哪还未下班啊？工厂要赶工啊，大家拢足无闲，我哪敢下班啊？哦，是讲李经理，这时阵
你应该伫厝里倒咧眠床啊，哪会过来工厂啊？哦，我还有代志要处理。哦，叶副经理，你若是忝啊，会当先转去无要紧，我还无闲一站啊，工厂交互我就好啊。唔免啦，李经理，你是要退休的人呢，我哪敢麻烦你？哼，我虽然要退休啊，也毋过我是领兴华的薪水。人讲做一工会想，弄一工精，敢毋是？搁再讲，咱是同事，互相斗相共嘛是应该的。这阵啊，你较辛苦嘛较忝，我替你动者，你先转去无要紧。哦，多谢经理，安尼工厂就交互你啊。好，无问题。喂，你敢不搁伫工厂？即摆办公室无人，过来找我。哎哟，我是咧创啥啦？要互阿姨的物件煞袂记摕，吼！唉，哦，你啊，我带你去美国咧。要毋过安尼无啥好啦，咱咧兴华做遮尔久啊，即马去美国咧上班，毋是等于反背公司。而且即马工厂逐工拢咧赶工，是需要骹手的时阵，咱哪会当放咧毋管？你声声句句替兴华设想，兴华敢有替你设想？你看，做30年要退休啊，嘛只是一个经理，你拍算搁做偌久？兴华这种家族企业，除非你是因长界人，无你永远免想要出头。但你等迄3拍5拍的调薪，请问你当时才会当对套房换一间厝？去美国的吼，因的薪水、福利，还有未来发展，拢是值得期待的，而且高档答应我，一入去薪水就照即马加30%。30%？啊，安尼薪水确实袂歹，毋过美国的是新公司，敢有稳啊？咱背后的头家是美心集团的，资本比兴华嘅10几倍。对的，我还是甲你当作家己人，才想要甲你斗相共。假使你真正无想要去，我嘛无勉强你啦。我已经去找过陈的，还阁有5个，应该下骹迄阵人拢会做伙过去。人爱对顶明白，你等去好好想看觅啊。阿姐，冠华，这阿妈你哪个走来啊？我拄下班，阿姨叫我摕一寡物件互伊看。哦，辛苦啊！哎，你放桌顶就好，等下我摕互伊，你脚踏转去休困。啊，李经理要反背公司的代志，敢莫甲阿姐讲？你哪个菜伫遮啊？紧转去啊！阿姐，李经理是毋是年底要退休啊？是啊，以后工厂减一个经验遮尔丰富的人，我嘛真烦恼。尤其最近吼，明峰的身体无啥好，我惊伊一个人会袂堪的。安尼阿姐，你敢有想讲找谁来接李经理的位啊？来替阿姨分担一寡工课。这安排莫遐早甲伊讲，卡免伊尾水翘起来，拄好嘛会当趁这段时间观察伊，看伊是毋是有才调会当接经理这个位。我也未想到会上适合
若是无好的人选，我就甲工厂交去互友联管。阿姐，你真无简单，甲生产部独立出来，阿姨嘛遐尔拍拼，互工厂运作得真好。你即马搁交等去互大哥，安尼毋是白了工？这只是一个想法，要安怎做，也是等李经理退休才讲啦啊！你还有啥物代志心？无代志阿姐，无我就先来等啊。哦，驶较慢咧。阿姐再见。关怀手机仔费1000，甲我的500，水电瓦斯4000，然后网络第4台1000，搁加保险费15000。我转来啊。转来啊！辛苦啊！关华，这哪才会垃圾？你明仔载换另外一领去上班啦。我拄好最近有看到网络底下教人 DIY 打碎的影片，看起来真简单。明仔载来试看卖，会当欠足一钱的。是会当欠偌济啦？无啦。唉，对，医生最近讲伊想要学画图，我想讲生活开销敢会当搁较欠的，互伊去上画图课啊。哎呀，伊想要学啥物，你就互伊去学哈。囡仔人吼，迄兴趣吼是2、3届就无爱啊啦。你莫安尼甲伊心歹。妈，医生最近就一直吵讲想要学画图，我看伊嘛画了袂歹啊，想讲是毋是应该栽培伊画图？查某囡仔大汉是爱嫁翁啦，爱伺候翁啦，爱带囡仔啦，啊有遐会坐想啥物录音啦，音袂着啦，无采人的钱啦。冠华，安尼我先去替你放烧水，你洗洗紧小困哦。妈，你嘛较早休困。你吼，逐工不我遐尔晚才转来，我安怎讲吼，你嘛是张家的囝婿呢哈。一个月吼薪水遐尔少哈，若是讲出去吼，是互人笑死啦。好啊啦妈，莫搁念啊，我感觉足烦的，你敢知影？讲唔对哈。哎，我就是吼，跳到要讲互伊听的啦。李经理退休，迄个经理的位敢轮得着我？就算我想尽办法做经理，安尼又该安怎？一个月加领1万块的主管奖金，有啥物路用啊？真心酸，迄几个小囝，啥物代志拢免做，只要去遐上班，薪水马上加30%。哎呀！因会用去，我为什么袂用去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毛毛说：“陈文琪，是安怎在厝内啉遮尔受袂开？我无想要出去。你大概失恋就啉酒解忧愁。哎呀，你真是1、2年换一个男朋友，今年敢若还袂过，你就换2个男朋友啊！哎，你想要破家己纪录哦？卖啰嗦，来个陪我啉。好啊，你莫安尼。我甘愿看到你是平常时迄种严格顶死的模样。哎，
哎哟，酒毋是安尼啉的啦。哎，我知影你的心足痛的，你毋管看到啥，拢是要甲伊夹一喙陪你做伙疼。我甲你讲，像我这种老朋友愿意冒险来陪你，你应该偷笑啊。就知影阿皮对我上好。哎，早知影就莫甲交还交往，就咱安尼做朋友，孤孤单单，想嘛袂失去想，偌好诶！啊，当然会使路用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的爱，明仔就过期啊！食了过巴肚疼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你啉酒醉啊啦！早知影当初就无应该接受伊。你迄时阵就应该甲伊讲，弟弟，你想要较水一体谈恋爱哦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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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咱无适合。伊搁讲啥物？伊会包容我，会甲我做伙改变。我想，我谈问题敢需要伊来包容、改变？我谈问题完美到安尼，改变就可好啦。切，就是人，伊竟然先甲我讲分手，伊凭啥物啊？甲你讲，这种男朋友我当袂着，我无需要。咖啡煮搁较好啉有啥路用？我会调调。自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改咖啡，改恋爱，全部拢改掉。最即马开始有我，甲机过。哎呀，你安尼啉甲酒精中毒，毋是搁较害？哎呀，我甲你讲，我本来料准你甲交换会有好结果，想袂到恁即马呢，啉分手我嘛感觉足可笑的。交换伊对你好，迄是无话讲。你是毋是嘛应该反省一下？先解决你家己的问题。哎，你拄则意思是交换甲分手是我毋对，哈？你敢无毋对？你就是无法度控制，想要改变伊。甲你交往的所有人，包括我，倒一个毋是你想要改变的对象。我识在你的时阵，我才大学，哪做线工，哪做model。就是你感觉我无够有志气，硬要我开一间经纪公司做头家，有甲我压力足大诶。那就我问你，做头家敢毋好？是无啥物毋好啦，也毋过毋是每一个人都会当像我安尼接受，对无？我甲你讲，你即马就亲像是故事内底迄个查某囡仔。一直捡石头，搁一直嫌石头无够大粒，甲伊弹掉，安尼落去吼，就无石头会当捡啊啦。你金条了，你讨厌我对无？是安怎要一直讲我歹话啦？我无讨厌你，我无讲你歹话，我是在替你失去爱情做理性的分析啊。在咱找出原因之前，咱就先放家己线，嘛放别人线啊！莫啉这凶啦！好，安尼我问你，你敢有真正爱过一个就好？一个你会当袂想要去改变伊啥物，而且会当无顾一切放下你的想法，这款的查某人。有啊，刘友莲。刘友莲，这名哪会这熟哈？
赵友莲敢毋是恁阿兄？你是酒精中毒哦？陈文琪，陈文琪，陈文琪，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想要吐。你莫在遮吐啦！来，起来，莫在遮，去便所，这边，洗哩，我拄则是毋是听毋着哈？请你来。张总监，钟伟，你哪回来？哦，阮妈身体无啥爽快，所以我就请假转来陪伊做检查，嘛顺续转来看大家。阿姆伊身体啥款？应该无代志，可能想思念我这个后生。总监，这淡薄仔生意，多谢你，予我去越南厂上班。哎，你伤客气啊啦！迄个毋是黄俊伟，伊搁转来要创啥？叶副经理，你要予我的请款单咧，等予我在务部要介绍啊。哦，在遮。哦好，我先来去啊。等下，我问你哦，黄俊伟顶个月才转来，伊即马搁转来创啥？我嘛唔知呢，反正是有啥物重要的代志。听讲伊等一下要去找董事长呢，讲无定着伊是感觉伤忝，想要申请调转来。阿兄，安尼你阁有机会啊呢？记你头啦！我资源回收啊，人无爱我阁捡倒来用啊。我先去财务部迄边。伊哪这时阵转来，阁早盘手，敢讲伊要来接李经理的位，所以我阁要奉牺牲啊！有好食的就紧食，莫互狗喙肥肉肥走啊！多谢。比较好的代志，考虑较小款。我决定啊，带经理做伙去美福咧。好，非常好，好好对我一定会提拔你啊！多谢经理提拔。做你食。那只拄好，你嘛咧食？头家，好，阮做伙，予我一碗饭，然后一盘炒豆干。好，随来好。两位啊，今日做恁点，这摊算我的。那会好意思，互副经理出钱？哎呀，无要紧啦，恁拢要离开兴华，这摊吼就算我送恁离开啦，应该啦。副经理，你是毋是母唔对啊？李经理要退休，也毋过我无要走啊。你毋是要带李经理做伙离开去美福咧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两位啊，今日做恁点，这摊算我的。那会好意思，互副经理出钱？哎呀，无要紧啦，恁拢要离开兴华。这摊吼就算我送恁离开啦，应该啦。副经理，你是毋是母唔对啊？李经理要退休，也毋过我无要走啊。你毋是要带李经理做伙离开去美福咧？你都要讲啥？无想要承认哦。去遐哦，薪水就升高30%，这么好康的代志，对啦，应该偷偷来。
你想要安怎？我无想要安怎，就是欣赏恁啦。经理，你嘛知影我这竞赛真久无伫我的场内马面头前表现一下。假使我甲这件代志甲顶头讲，安尼你经理的奖金应该就无啊。两位应该会互开除，在这业界哦，嘛应该做袂落去啊！哈，姚副经理，你误会。你若真是想要去投，早就去投啊！敢会专工来遮甲阮讲？建德兄，果然走跳真侪年啊！啊，讲啦，你是要提什么好处？这炒豆干哦，看起来足好食的呢，做伙啊，做伙食。简单啦，请你经理哦，安排我甲美福的高档见面。大师家好。你讲要记我，什么代志？高档你好，我是兴华生产事业部的副经理沃胜业。我听李经理讲，你这边当咧找骹手啊，唔知影有我敢有这个机会会当来你遮替你做代志？人李经理是心怀冤恼，伫咧生产部有足侪经验的。你一个小小的副经理，凭什么爱我用你啊？虽然我的经验无你经理遐济，也毋过我客户方面真厚，而且这个兴华创立品牌新运动，我斗相共真济。假使你愿意用我就愿意甲这个经验拢trả来你遮。老实讲，我对迄个啥物家己创立品牌无兴趣。你若是个人迄淡薄仔知着，你会用走啊？毋是，毋是，高档，你听我讲，我除了客户真厚，业务嘛真厚，我以前在银行做理财经理，用我真真好用我。客户业务是无？对。你就是我毋知影你是丢界竞赛，你会找我到底有啥目的？是毋是丢档派你来探听消息？哈？安尼我应该叫人甲你拍一困，经过涨价，卖比这种把戏。毋是啊，高档，你兜嘛是大家庭哈，兄弟姊妹加减拢会袂下。假使你真怕，你就免开美福的啊，对无？高档。在涨价，阮太太一点仔地位拢无，我就搁较免讲啊。因根本甲我当作外人，就算搁较有理想、有想法、有才调。伊唔相信，唔听，根本就无路用。高档，这种感觉你应该真清楚啊。照美福利，你胖子啊，徛福在，你咧家族的地位，就袂受到影响。你即马开大钱去工厂，找你经理这种人才，根本袂当对兴华安怎，因为你阁欠一项物件。啥物物件？进步。你先出去。是。有意思。继续讲。虽然我在兴华职位无悬，也毋过我算是涨价的人。兴华这种家族企业，真侪决定拢毋是伫公司内底做的，拢是伫厝内决定的。你只要用我就甲我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全部讲互你听。人咧讲，伫生理场，知影敌人后一步要安怎做，先出手，才会当百战百胜。你讲的真有道理，也毋过拢是废话。
你若是来我遮上班，张家要甲你赶出去才奇怪。请问你是要安怎探听到兴华的代志？唉，煞去，你还是莫来我遮上班啊！我爱你，留伫兴华，也毋过替我做代志。高董，你的意思是爱我留在兴华做干事？你着好好踮伫兴华，有任何情报或者是我想要知影的，你随时提供互我。等有一天我甲兴华拍败啊，你着转来我遮。我留一个副总的位互你，哈？高董，你是讲真实的还是讲假？安尼我来这边做副总进前，迄个费用，你伫兴华的薪水共款领，我着照共款的标准互你一分，同时领两边的薪水，敢会用？会用，安尼，高董，咱就安尼讲定。为着表示我的心意，10万块摕去开啦。多谢高董，多谢高董。经理好。哎，齐小姐，请坐。请你来，就是要通知你，恁迄个清亏案的贷款哦，阮银行无批准，真歹势。为什么？有啥物问题是？阮银行内部评估，这个贷款风险伤悬啊，而且恁提供的担保品又阁无够。所以，也毋过，阮清亏案已经要动工啊呢，即摆等来解决款评的问题，真紧就有结果。经理，我拜托你，阮国邦真是真需要这笔贷款。这笔贷款顶头无批准落来，我嘛这当听因的指示，还是你敢要去北京银行试看卖呢？贷款敢唔消息啦？放弃绝啦！我走过来经银行，大家听到国邦建设，连讲的意思都无。有莲，你敢有较适的银行？会甲我斗相共？我一礼拜一定要欠到3000万，也若无，阮爸的公司就要倒我。我才替你想办法，免烦恼，代志会解决。我哪有可能无烦恼？阮爸的公司就要毁在我的手头，我哪什么代志拢做袂好？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小候鸟咖啡的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，
哎，妈，我等来。哦，哦，哎呦，你哪会买遐济啦？哎，买互恁的礼物啊！来，文林预算，爸爸买礼物互恁啊！紧来，紧来，紧来，紧来！买礼物呢，紧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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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嘿，来，妈，这是你的保健食品啊！哎呦，哦，文林，这是你的化妆品。多谢冠华。预算，这是你的，你看这是啥？你上想要吃的物件。哇，这是我上喜欢的红啊！送你。安尼，你爱甲爸爸讲啥？多谢爸爸。哦，真乖的。冠华，你哪会买遮济物件啊？嘿对啊，啊你是着奖是无？无你哪会有钱买遮的？这每一项拢足贵的呢。无啦，我今仔日着领加班的奖金啦，想讲开一寡钱，互大家欢喜一下。哦，医生来，爸爸陪你耍，来。哇，你看这间厝，有够水的啦！医生，爸爸买这互你，有介意无？哦。拢是拄则要佚佗物仔买礼物的发票。文林，你在创啥？无啊，我就是伫咧看迄落衫敢有垃圾，是毋是爱摕去洗洗？哦，你即马真是拢家己咧厝内打洗哦？哎哟，迄个钱哦，莫欠啦，甲家己母甲遐欠，而且迄个有水有粉啊，毋知影敢毋多，若伤着身体歹怎，摕去外口烘洗就好啊。我只是想要较欠的嘛。欠钱要创啥啦？恁人啊，毋是袂晓趁啦。来，这你摕去。医生毋是要学的多，摕去落学费啊。你哪有遮济钱？我毋是讲过啊，着领加班奖金吗？医生学的多的代志，莫互妈知影，无伊阁细细念啊。冠华，你是毋是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毋是啊，你大概买礼物或者是对阮最好的时阵，拢是有代志发生，我都有淡薄仔惊。哎呦，你咧讲啥啦？敢若我平常时对恁真歹共款。我毋是迄意思啦。来，这。卡叔哦，真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为什么你袂对好的方向去想呢？凡说是恁人心肝对无？对，最近你经理要退休啊，所以的位是你接哦。安尼我甲阿叔说多谢。等下，莫卡互阿叔啦。你袂记咧越南的代志哦？迄个咱消息收杀小人，互小林找到机会，所以即个咱哦爱细腻，较细腻。你讲的嘛对，好，即个我啥拢袂讲。好，钱紧收起来。我甲你参详即件代志，好无？我摕3000万甲起价斗3工会用的，嘛无需要任何抵押。也毋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看来爸敢若也是真要紧，回民姐甲张俊清之间的关系。咱见过来，合作顺利，合作顺利。即马李经理变做你的好朋友啊，高美互你的高彩味，嘛变做你的好朋友啊。调组长已经承认，你拍算带一群人做伙去美国来上班。这个人不准伊阁踏入平华一步。叶冠华，竟然甲搞创康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
当你卸下帽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